上帝的话，今仔日有2位的圣经。第一位伫旧约圣经诗篇第30篇第1节到第5节。诗篇第30篇第1节到第5节，现着我来读。耶和华，我要尊重你做至权，因为你捌提拔我，无互我的仇仇对我夸口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我捌求叫你，你就医好我。耶和华，你捌救我的灵魂对阴间起来，你予我活地，免得入梦。耶和华圣的百姓啊，恁着唱歌学乐伊，纪念伊的圣名来感谢伊，因为伊的生气无过目年久，伊的恩典是一生的久。规暝虽然有啼哭，早起时就有欢喜。请来看第2位的圣经，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9节到11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第9节到11节。因为我是使徒的姊妹婿，袂堪得称作使徒，因为我捌捆着上帝的教会，总是我当成做这顶号的人。是对上帝的恩才有，搁伊所赏赐我的恩，毋是空空。若是我比因众人较着磨，其实毋是我，是上帝的恩甲我伫地的。安尼，不论是我，还是因，我毋免安尼传，你毋免安尼信。以上。今早起，咱邀请到珠江教会李宝成牧师来讲道。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：用感恩来激励恁的服侍，用感恩来激励恁的服侍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牧师以为我会讲台语，所以他也不晓得我不会讲台语。今天早上突然跟我说你要用台语讲道，我差一点回去了哈。我真的会听呢，不会讲，很抱歉，所以我们要麻烦长老来司会来翻译。今天早上感谢神有这个机会来到当中。今早起真感谢上帝有这个机会来到教会来敬拜服侍主。我想主要是可能在去年，我们在阳明公园的对面开拓了一间新的教会。伫去年伫阳明公园的对面有开拓一间新的教会。我们在阳明公园对面的大楼一个11楼呢，租了我们的福音中心。伫阳明公园对面的11楼的所在，有租一个福音的中心。我当时就请好朋友郑牧师，能不能来参加？来鼓励我们在下午的开拓的礼拜。迄当时就请陈牧师来到阮的中间来参与，佮互阮诚大的勉励。那郑牧师真的也来参加。陈牧师迄时有来参与。他可能参加以后就看到说，为什么一个原住民教会敢这样出来开拓？陈牧师来参与了后。就想讲，迄当时一个原住民教会，哪有这个胆量敢来开拓一间新的教会？大部分在都市的原住民教会，他们就要守基本的一些经济，就已经是焦头烂额。伫都市的原住民教会，伫经济方面有诚大的挑战。其实我们依然有挑战，我们也有很大的挑战。阮有诚大的挑战，阮游玩到即时嘛有挑战。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困境，阮嘛有诚侪困境。只是那个有感动，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出来开拓。只是上帝有互阮一个感动，应该出来开拓一间新的教会。因为看到很多的平地教会，他们都不断的成长开拓。我觉得我们既然今天在都市，我们应该也可以做。因为看到诚侪平地教会，拢有出来开拓教会，阮感觉阮会当买到来到都市来开拓一间新的教会。
其实我的教会事工过去的服事，我们大多注重在中国的宣教。咱大部分进前的这个服侍宣教是伫中国的迄个所在。我在中国的宣教到今天大概跑了14年的时间。过去伫中国宣教有14年久的时间。当然，我们的总会还不是很特别的开放，我们到中国去宣教。咱的总会也未讲开放，咱的教会当到中国去宣教。但是在13年前，因为一个同工的邀约，我就他哭着跟我讲，所以我就答应他跟他跑一趟。伫13年前，因为有一位同工邀请我，我就答应伊到伫中国去宣教。结果第一次到云南的这个苗族的时候，真的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。迄当时到伫云南的苗族这个所在，就真侪新事奇迹伫遐来发生。我看到他们年老的传道人，他们可以聚会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，年纪的平均都是70岁上下的老传道。迄阵看到真侪年纪真大的这个会友的，拢是对早起时8点到下暗11点在聚会。他们因为是在云南的高山地区，所以呢，也有人走路16、17个小时到聚会点。因为因伫云南的关山的所在，因行路嘛要行真久的时间，才会到迄个所在来聚会。神也让我在那边有一次为一个小女孩祷告的时候，神真的怜悯医治了一个小女孩。上帝迄当时嘛有予我一个机会，替一个查某囡仔来祈祷，上帝就医治伊。结果这样的一次过去，就让我有很深的感动，开始有这个负担在中国。对着安尼款的经历，就真深的感动，互我有这个负担要伫中国来宣教。到今天大概走14年。到即摆已经有14年久。那当时很多人跟我讲，就算我们自己的宗会，他们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没有信主，你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这边自己先做好。迄时中会有讲，咱应该先爱伫遮先将这个宣教，应该是伫台湾先做好势。所以那时候这些话也刺激我。迄时这个话语就互我真大的这个激励。我5年前从巴林来到慈光教会。我对5年前对巴弄来到主根教会。我只有这样子简单一个分享，就是刚来教会的时候，教会的聚会大概60人左右。迄当时教会聚会人数只有60人呢。现在5年，我们有将近350几人。到即摆5年后，已经有350几人。而且我们又开拓了一个新的福音中心。这是我嘛开拓一间新的福音中心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开拓，除了上次我刚刚讲的，很多同工说这里也是要注重这里的宣教，我才开始也把宣教放在这里，在台湾。迄当时嘛有真侪人对我讲，应该将宣教放伫台湾这个所在，所以我嘛真注重伫台湾来宣教。但是我应该是这样解释，因为在大陆我有宣教，神就极度的怜悯我现在服侍的教会。因为我过去伫中国有安尼来宣教，上帝就祝福我伫即摆的教会有安尼的服侍。每一次去中国的时候，有时礼拜天刚好不在教会，就打电话。每一遍到伫中国的时阵，就教会打电话我。每一次都发生一件相同的事，从来都没有改变，10几年几乎都是这样。迄当时拢有发生一件相款的事，10几年来拢是共款。当我每个主日，如果我不在我的教会，我在大陆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问说，台湾我们教会的聚会怎么样啊？因为牧师都会问嘛，今天主日怎么样？当我无伫教会时，我拢会敲电话转来问，今仔日主日的礼拜是啥物款？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，每一次打电话，我的长老就回答说：感谢神，今天呢有3个、4个或者5个新的会友到教会。
每一遍我敲电话时，阮的长老拢甲我讲，有今主日就有3、4、5个人来到教会来聚会，是新人，从来没有到过新的会友来到阮的中间。所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：当我真的在那里宣教的时候，神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所牧养的慈光。我发现一件代志，就是我伫中国宣教的时阵，上帝并无放弃我伫台湾教会的服侍甲牧养。后来我们中会很多牧师就不再，我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就没有人再敢讲话，因为我们教会的成长，而且快速，而且在这里也在开拓。所以真侪牧者就无搁来对我讲，是毋是爱伫台湾来做宣教？因为阮的教会伫遮有正大的这个进步。所以在那时候，我们的牧师曾牧师来参加的时候，他也有感动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们这样教会的经费够吗？”迄当时地牧师来参问伫阮中间的时，就问阮讲：“安尼恁教会的经费敢有够？”其实我跟他说，很多时候在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宣教，大部分的经费，那时候教会自己也没有看到的时候，都是从岳父的水蜜桃他们家的餐厅。他们在支持，迄当时的经费拢是对伫自己的家族，伊家己的家族、伊的丈人遐所支付这个经费。经过大概3年，我每次回到教会分享报告，或是看一些影片的时候，教会就开始才支持。经过超过3年，看到报告、这影片了后，教会才来支持阮这个经费的部分。所以牧师也很关心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们这样子，你这样开拓1个月这样福音中心啊，你现在的人事费剩下差不多要90万，好，然后又有在做中国宣教，但其他的事工还不要讲。”他说：“你们教会这样销售得了吗？”迄时地牧师就问讲，迄当时开拓教会就要90万的经费，安尼佫到伫中国宣教，安尼才有法度来支付这个经费。我说我每一次不论做什么事工，我都没有看到钱，我都是先神有那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，我就做，然后神就预备。特别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，我毋是先看到经费的部分，是上帝有来感动我伫这个服侍。所以也许曾牧师就听到以后就说：“那我迦南教会看看，给你排一次看看，你可以到我们的教会来。”所以地牧师就邀请李牧师来到咱教会。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机会，感谢主，今仔日有这个机会。那我今天来的时候是也带着我们的教会的青年来。今仔日嘛有邀请咱教会这的青年来到咱中间。我们明天在高雄就有一个青年的一个大型的聚会他们刚好有在练舞，那我就说，那你们既然有在练舞，在那边要跳，那先到迦南跳跳看。伫明仔载伫高雄有大学的这个青年的聚会，伫遐伊嘛有跳舞甲唱诗歌，而且今仔日要伫咱教会来将这个诗歌甲跳舞来表现，互咱大家看。先在我们这个迦南，然后呢，可能在那个4000多人的聚会，他们才不会惧怕，所以可能跳到还不是很整齐，试验期。那我们还是谢谢他们年轻人的心。咱真欢喜邀请咱这青年伫今仔日先来跳。来呈现，第一个是泰雅族，第二个是排湾族，第三个是阿美族，大意都是感谢、赞美、荣耀归于神。Limbu sula limbu yo, limbu sula limbu yo, limbu sula limbu
因为在明天在高雄义大的聚会哈，除了有4000个我们台湾的青年参加以外，我们有邀请太平洋群岛的200位的年轻人来参加，所以我们就尽地主之谊呢，我们也有一些原住民的舞来呈现。明仔载伫义大遐个聚会有4000人的青年来参加以外，然后太平洋迄边的即个有200人来到伫遮来参与。那因为场地，我们就带部分的团员来到这里。因为这个场地的关系，咱敢若请一部分的人来到咱的中间。感谢神，在昨天我们的福音中心，我们虽然是去年开始租的，感谢上帝，阮的福音中心伫去年开始来做这个所在。但是1年我们刚做的时候，好难做。这1年内面，阮所做非常的这个困难，有困难。我是可以听的，不会讲哈，所以呢，我几乎快要放弃。第1年，我们就一直在会堂祷告，没有什么事工。我伫这年中间特别放弃，伫这个会当中，我只有一直来祈祷上帝，无做啥物代志。我们用1年祷告，用1年的时间来祈祷。每天礼拜天下午，全教会的长职同工就来这个福音中心哭。伫每一礼拜下晡，阮的教会长职牧长拢伫遮来祈祷。但是周间呢，我们只是有一些课英文的辅导课，还有课业的辅导，英文的补习。伫这周间嘛有英文的这个辅导，以及其他的这个辅导的课程伫遮来进行。我们祷告满1年，就是今年2月30日满1年以后，我们才正式开始福音中心的事工。伫遮，阮到今年2月，到1年的时间了后，阮才开始今年福音的事工。我们有一个在林良堂念3年级的学生，他因为到礼拜4就没有课，所以他好像就是那里的传道同工，他就开始主责，从2月开始他来带。阮遐有林良堂的这个同工，然后他就开始带那边的。伫遮开始来带领聚会。又聘一个干事，但是我们所谓聘的这些干事，我们都是只有1万块钱的传道费，1万块的这个干事费，这样子来开始做。阮嘛有聘一位干事，伊的这个薪水只有1万块。那昨天我们第一次，因为3个月以后的第一次的福音茶会。昨是阮第一遍这个3个月了后一个福音的茶会。我们口袋有40个名单，我们祷告3个月，我们希望真的在昨天呢，他们能够出席。阮遮有40个名，40名的这个新的会友，阮祈祷讲因会当出席伫这个福音的茶会。昨天早上出席48个人，昨早起有48个人来参与。我们是从10点到2点，对伫早起10点到伫下晡2点。所以对一个没有踏进教会的完全陌生的外邦人，他要跟着 follow 我们的节目，从10点到2点，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是不可能。对一个新的会友，一个慕道友，未来到教会，伊会当对早起10点到下晡2点，若毋是圣神的帮助，这是无可能。神真的在当中做事，上帝伫这内面动工。我们后来有半个小时给他们自由回应。阮了后有半点钟的时间，互因自由来回应。一个一个出来哭着说感谢他，现在会去认识一位真的神。伫这个中间，因非常的感动，流目屎，感谢主会当伫遮来认捌上帝。所以很多的事让我们对神有很大的感恩。所以伫遮，阮有当时有对上帝有真大的这个感恩。诗篇里面刚才讲，大卫他能够这样子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就是在他生命的时候有许多神的怜悯和恩典在那边。伫多诗篇有读到，代表会当真做合主心意的这个
工人，是因为伊有怜悯。神的恩典和怜悯不断的与他同行，上帝恩典甲怜悯拢甲伊同在，使他最后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王。会当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一个王。保罗也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。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师。保罗也提起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他为什么可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宣教士？保罗伫今仔的经文嘛有提到，伊是安怎样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一个宣教师。他第一个说：“我今日成何等人，乃是因为神的恩才成的。我今天成为这样的，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生命当中。”我今仔日会当成做上帝的工人，是因为上帝恩典伫我的中间。第二个，他说：“神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比众圣徒格外的劳苦。”伊讲，伊上帝的恩典不是突然，上帝的恩典不是突然间来的。我因为是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劳苦，我非常的努力，我非常的努力，劳这个劳苦。苦伫我的中间。还有第三个，他说：“这原不是我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”这原不是我，是上帝的恩典甲我伫地。所以你通过他3次保罗的述说，他的生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他里面。保罗伫遮提到，伊的生命中是有上帝的恩典。我们的服事一定也有某部分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咱的服侍嘛有部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我们信主一定也有部分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家和我们的生命。咱会当信靠主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有临到伫咱甲咱的家庭。也许你的一场病，因着祷告神医治；检查你有破病，因为祈祷上帝会来医治你。也许你的生意失败，但是因为你信靠神，再次又兴起来。检查你做生意失败，你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上帝互你阁会当有生意会当兴旺。也许你的夫妻关系濒临破裂，检查你的夫妻的关系，神的怜悯再一次让你复合。上帝的怜悯，互恁搁再一遍会当搁好。也许你的亲子关系有问题，检查你亲子的关系有问题，但是神的恩典再一次恢复你们的亲子关系。上帝的恩典搁再一遍，互恁恢复亲子的关系。所以不论怎么样，你今天到教会，你一定在生命中有一个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无论是安怎，你来到教会，上帝的恩典一定是伫你的生命中。你会投入到小组，投入到服事，投入在祷告。我相信有神的恩在你身上，来激发你这样投入的力量。你会投入伫小组服侍，这个等等是因为上帝来激励你，有恩典伫你的中间。玛利亚她曾经也说一句话，玛利亚捌来讲，神跟她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啊。”上帝对伊讲：“受大恩的女子啊，因为她蒙了神的恩典，因为伊受到上帝的恩典，后来她顺服了圣灵要她怀孕的声音，所以顺服圣神来怀孕。她心里就可以表白说，她的心里就可以这样告白：伊的心内安尼来对上帝讲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灵我的神为喜乐。我的神我的上帝来快乐。”是因为有神的恩典，先有神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，是因为上帝恩典伫伊的生命中间，所以他顺服了这个非常不容易的道路。所以顺服伫这个真无容易的这个道路顶面。其实，在描述耶稣的时候，也有这样的一段话。
伫讲到耶稣嘛有一段话，那圣经这样说：孩子渐渐长大，上帝讲囡仔渐渐大汉，强健起来，勇壮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充满着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佮有上帝的恩典伫伊的身上，所以也是有神的恩，他父的恩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有上帝的恩典伫主耶稣的身上，所以他可以行完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伊会当行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恩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的服事是因为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。咱有真侪服侍，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伫咱的生命中间。除了他在救赎十字架上的救赎的爱以外，除了这个十字架顶的救赎以外，像刚才我们所列举的很多的生命的过程，所以咱拄则所讲到真侪生命中的这个过程。我看过一本书报告，我捌看过一本册，一个报告，他讲到美国，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国白宫的参谋长这个鲍威尔将军。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参谋长鲍威尔将军。鲍威尔将军他任参谋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美国的经济非常的差。伫做参谋的时阵，这个美国的经济非常的差。当时的总统就要参谋长鲍威尔呢，计划一套振兴美国经济的策略方案出来。迄当时的总统就爱这个参谋长鲍威尔，就爱计划一个会当互这个经济搁再起来的一个计划。他果然就跟幕僚一起研究怎么样再一次振兴美国的经济。伊甲伊的幕僚就安怎来参详，安怎互这个美国的经济会当复兴起来。他就把他一套他们幕僚小组所拟的策略就提陈出来。伊就将伊的幕僚所做这个计划来提出。结果到最后，到是上尾行不通，无法度来实现出来，经济更恶化，经济愈来愈歹。所以有一次，总统召集幕僚长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所以当时总统调集这个幕僚长来探讨这个问题的所在时，那鲍威尔将军讲说：“我死定了。”这个鲍威尔将军伊讲：“哇，伊这声害啊！”因为他提出的策略一点帮助都没有，而且是更恶化。因为伊的计划完全对这个经济无帮助，当这个愈来愈歹。总统要向国会报告这些为什么这个政策弄得不好的时候，当这个总统对国会来报告是安怎这个计划无幕法度来实僚长现，全部就站在那里，就坐在底下。所有的幕僚拢坐在下骹。结果没想到总统他说，这个政策是我写的，不尽完全，我想不到会这个样子。他向所有的众议员来道歉。总统讲，这个计划是伊家己做的，伊家己写的，所以所有的人来道歉。当时鲍威尔在下面，他听到这句话，当时参谋长鲍威尔伫下面听到这句话，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。伊就流目屎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伊讲一句话，他指着总统说，他对他其他的同僚指着总统说，伊对伊的幕僚，然后以这个总统来讲，这个人值得我为他死，这个人值得我为伊死，因为总统完全背负那个政策的错误。因为总统完全来担负这个政策错误的失败。鲍威尔将军讲这句话说，这个人值得我为他死。鲍威尔将军讲，这个人值得我为伊死，因为他不但没有指责他，总统那时候一肩扛带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个错误。总统伊无来指责这个鲍威尔将军，反倒来担负所有的责任。我们思想这句话，咱来思考这句话，我们也可以对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说：
咱袂使对顶伫十字架顶的主耶稣来讲，这个人值得我为他死，这个人值得我为伊死，他担当我一切所有的过错。伊担当我所有的过失。所以我们的服事真的要明白，是有神的恩典，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。所以咱要明白，咱的服侍是有上帝的恩典，伊伫十字架顶的救赎。我们值得为他死，付出代价，做教会的每一个事工。咱值得为主耶稣来死，伫教会做主的事工。盼望我们在今年呢，都能够明白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然后这样的恩典激励我们来服侍神。咱伫今年会当明白上帝伫咱心中的这个恩典，会当来激励咱对上帝的服侍。7月14号到8月初，我要带教会的我们的青年同工到中国办3场的这个品格营。7月14到8月初，我要带阮教会同工到伫中国办这个品格营。我们在上海，在无锡，本来有5场，因为太久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待太久。伫上海有时迄所在本来有5场，但是伫遐时间真短，我无法度伫遐。我们取消在青岛的部分，阮取消伫青岛这个部分。我们答应3个礼拜在那边。阮答应有3礼拜伫中国。但是刚好这个7月去的时候，有一些危险。因为伫7月去的时阵，有一寡危险。我跟你们的牧师在谈的时候，他也说：“哎，不是现在大陆很紧张嘛？”我甲地牧师来谈伫这部分，牧师讲伫大陆即时毋是非常情势非常的紧张。在上个礼拜的凌晨，我就开始这个就真的有一点紧张。伫顶礼拜一早起时，我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最近在上海的万邦教会，迄当时因为伫即马上海这个万邦的教会，在北京的守望教会，伫北京这个守望的教会，还有在温州刚刚被拆的3个月才被拆的一个教会。伫温州有一间拄向拆的一间教会。所以再说，在中国的宣教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困难。所以，伫遮有讲到，伫中国的宣教有真大的困难。我当时那一天晚上，3个礼拜天凌晨一直为这个事情睡不着觉，因为牧师要负责所有的安全的责任。伫顶礼拜一个早起，我困袂去，因为我要担负所有遮个同工的安全。我带这些年轻的同工。我带这些青年的同工，我跟神说，我被抓没有关系，但是青年人不行啊。我甲上帝讲，我去互掠袂要紧，但是这些青年青年袂使去互掠。我有一点紧张，然后就一直哭，一直凌晨一直祷告。我非常的紧张，我伫遐祈祷，伫遐流目屎。真的在凌晨差不多4点，神呢给了一句话。伫早起4点。上帝有一句话甲我讲，我就念就好。米迦书的第2章13节，他说：“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”这段经文，当一打开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耶稣已经与你先在那边等你了。”耶稣已经在前面了。这句话对我讲，耶稣已经伫头前在等我。神要给我们任何一个事工，不会单独的叫你一个人做。上帝要予咱的事工，袂叫咱单独来做。这是个突破的耶稣，他总是在我们的前面先我们的而行。主耶稣总是伫咱的头前来引带咱。然后他说，他直闯城门。所以讲，伊讲直接来行到城门。直闯城门的意思就是城门呢，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权、国家的权柄都没有办法约束他。直接行到城门，讲到这个国家无法度来约束、来限制伊。就像我们进海关，我们要经过盖章，他的同意，我们才可以进去。就亲像咱进这个海关的时阵，爱
缀这囡仔，咱才会使行入去。但是圣经说，他直闯，就是海关也没办法去束缚这一个先我们而行的耶稣。圣经讲，伊直接行到迄个车门，这就他已经在我们前面，伊已经伫咱头前，他引导我们。伊引带咱。我读了这个经文以后，我跪下来向他认罪，我太软弱。我读了这个经文，我跪落来，主来认罪祈祷。他是突破的神，伊是突破的他是上帝，直闯城门的神，伊是直接到城门口的上帝，他是先我们而去的神。伊是伫咱头前在听候咱的上帝。他已经在前面，我怎么能半途不去？已经伫头前，咱哪会使半途而废呢？我就非常的确信，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所计划的去。我非常的确信，阮就要按照阮的计划来行。其实是什么样的力量会让我们这样走呢？是啥物款的气力，互阮会当安尼行咧？因为我们领受太多神的恩典。因为咱领受着上帝的恩典非常的多。就像我今天也是领受迦南的恩典，这也是一个其中激发我的动力。就亲像今仔日我领受着迦南教的恩典，嘛是激励我的一个原因。愿上帝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愿上帝帮助咱在座每一位兄弟，常常思考神的恩典，常常来思考上帝的恩典，那个恩典曾化为一个力量，互恩典会当成做一个气力，成为你服侍的动力。成做你服侍的动力，一个动力，完全在投入我们迦南教会的事工里面。完全来投入咱迦南教会的事工。耶稣在我们前面行，最后所伫咱头前在行，因为他的恩典太多，因为伊互咱的恩典真多，像保罗一样，亲像保罗，像大卫一样。亲像伫大卫。好，最后呢，因为我们来，我也有带师母和那个师母的妹妹，他们刚才只是配唱而已啊，因为他们不应该是配唱的人，然后，因为我们陈英他过去也是差不多10年的福音歌手，跑了很多的国家，那现在呢，突然神呼召他另外一个职场，现在是我们桃园县的县议员，县议员。那但是虽然是县议员，他还是非常爱主，那还是用神特别给他的歌喉诗歌呢来服侍神。我想难得今天来嘛，我也带师母和他的妹妹一起来，他们要唱，陈英要唱一首歌，然后呢接着呢师母要跟他姐姐合唱一首歌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